桥。对啊，快快乐乐。嘿，大家的走众生变身，每个需要搞。霞北队招反攻。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号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新北市新店广兴桥，昨有一个查甫人渡水死亡，37岁消防员吴文石嘛渡水殉职，中岛阁传出消防员张敬谦嘛不幸过往。随着强烈对流分系影响，台中彰化透早但雷公又搁落大雨，气象署嘛将对真侪县市发布大水河甲雷公河特报。史上上长10天9暝，汉光41号是平安日，今仔开始动员22000个后备军人。来看昨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伫新北市新店广兴桥卡生水发生渡水的意外。消防员伫咧救人的时刷冰船，这民众甲一个37岁的消防员拢不幸渡水死亡。今仔中昼阁传出讲，另外一个消防员张敬谦嘛不幸过往咯。目前是阁有一个细则的义消伫家护病房伫治疗。风台拄早就民众违规伫广兴桥下楼的蓝沙坝耍水，初尾下昼4点多，传讲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渡水的意外，消防人员接到报案赶去救。伫挖掘的过程，救生船煞意外冰船，造成船顶5个人，3个河水流降入去坝底，2人砸掉。送病了后，姓陈的查甫人救袂大，消防员吴文石不幸殉职。市长侯友宜2遍去甲因看。有民众在那个地方戏球，这是一个违反规定的一个戏球游戏。那因为溺水以后报案，在抢救过程当中，不幸3位同仁因为翻捡到坝。消防局表示，这群的人员拢有受过专业的急流救生训练，并且全程拢穿标准的配备。不过因为现场的水正错流，而且一贯入去水流旋流区救人，才会造成冰船的意外，人跋水的。殉职的消防员吴文石37岁，警专25期，有16年的年资，今年也个考到警察大学2级。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今仔日举行正义，要求消防员全部纳入职安法。至于同仁为什么会造成事故的原因，还未曾翻查，那一些详细的原因，我们会再做进一步的调查。那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我们同仁的配备非常完整。怎么样会造成这样一个事故？我们会做一个专案小组的调查。有咱分队、特探分队的消防员甲义消最近坐港一台船，是毋是消防能力无够？代志发生去人阵，敢若一台救生艇伫咧危险水下救人，是毋是有按照 SOP 流程？即个拢爱进一步了解。侯友宜伫咧 FB 讲，甘愿莫有影响，只要每一遍出群，同仁拢会让平安倒转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昨新北市渡水意外，今仔中昼又搁增加一个消防员不幸殉职咯，已经造成2个消防员过往，搁有一个义消人搁伫家护病房。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今仔早起就去行政院抗议，因是呼吁讲爱甲消防员列入职业安全卫生法的适用范围哦，加入第三方的监督，嘛要求无共款的消防任务，就应该由无共款的专职单位来负责。全体出入都平安。3大任务要专责。兵团伫行政院门口抗议发出诉求，新北市消防员渡水的意外，找到中昼，阁传出有来分队的张敬谦经过抢救，也是救无回来。目前当中2位消防队员不幸过身，另外1位死者吴文石，伊是高级救护员，也是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的会员代表。但为着消防员的安全风险，上街路抢击，嘛上电视甲民众防灾。即马伊算也正做这10年来40多位殉职消防人员之一。
抗议的现场气氛悲伤，促进会批评现有的消防法根本就无法度全面保障，因要求行政院甲消防员列入职业安全卫生法的适用范围，互制度受到第三方的监督，莫阁用消防人员是公务员无适用的理由来动。把职业安全只有并入在消防法。第一个，缺乏外部的监督；第二个，没有职安医学专业的背景；第三个，甚至有球员经裁判的状况。另外，促进会嘛指出，消防队的工课非常复杂，包括有防火灾、抢救灾害，也有紧急救护三大任务。不过，其实消防员每一个人拢有无同专长，锁定方男子会去救灾。促进会要求无同任务要分别设立专职单位。针对促进会的诉求，行政院嘛派出代表来回应。国家常常把这样的制度问题卸责在基层的训练不足，但根本没有想过根本的原因是把这些专家摆错了位置。我们感到非常的难过跟遗憾。那针对今日的诉求，我们也会因为涉及到内政部跟劳动部的一个权责，有关于治安法的部分，我们也会转请内政部跟劳动。行政院代表出面表示，会甲消防员的诉求搁早登起来研议。这个会议嘛引起现场的冲突。促进会希望莫搁用人命来换制度的改革，希望政府要重视消防员的职业安全。记者卢昌珠、郑俊尧台北报道。洪台扫过路，也毋过中部地区哦，今仔又过单雷公落大雨，台中市中心甲海线有袂少所在拢淹水。中华鹿港田尾顶所在哦，昨淹水，民众正在摒扫，今仔又过闪大雨，灾情哦又过扩大。气象署嘛表示讲，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影响，西部地区会伫短时间内落大水雨，嘛个继续针对真侪县市来发布大水雨的特报。大雨就无休困，台中山路包括沙田路、甲镇南路等等真侪路段，拢因为水下袂离，水淹甲满点倾悬，车一个驶过水就拢喷起来。你甲看遐，即摆消落去啊啦！阮头拄啊，这拢平啦。市中心的台湾大道因为边坡通梅水一直流落来，已经淹过慢车道，骑倒摆的人敢若会当骑较慢咧。乌日区甲西区嘛出现积水的情形。这个要坐公车啊，这样会不会很不方便？对。非常危险，要小心哦。彰化田尾桥平村因为早当丢啊才大家修成，真侪稻草拢叫雨冲去到车路的，甲排水沟拆掉咧，相关队是赶紧出来清理。对迄边来啊，嘿，对迄溪边啊来。哦，伊早干捌遮济对。前一天淹水嘛真严重的鹿港镇，车道虽然水有较退，不过又搁落大雨。当地居民烦恼大雨会造成淹水，公所赶紧调几啊台抽水机来应变。那目前已经有2栋大楼地下室的水已经抽完，现在是我们在中正路的张滨大楼的地下室的水，目前还在紧急在抽水。因为吹西南风，甲低气压持续影响，气象署初到早起，针对17个县市发布大水雨的特报，各地真有可能会落雨，尤其西北部开始出现低延时的强降雨。丹纳斯台风减弱成低气压之后，引进的西南风持续为西半部带来比较大的雨势，但是在台湾的东方也有一个比较弱的低气压环流，也从东边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水汽，所以在这几天天气上面都是相当的不稳定的。气象署表示，按照拜五进前，各地天气拢无稳定，尤其是中南部甲南部的山区，拢较会落大雨，爱到拜六雨才会较歇，提醒民众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彰化昨落大水雨，伫埔心甲鹿港哦，拢有公寓的地下室淹水，大家透暝在抽水，今仔日才有法度落去地下室来摒扫哦。一寡浸水的车嘛请人来拖，民众是讲哦，损失真歹算。六台抽水机无停，就是要赶紧甲地下室的淹水抽干。鹿港镇因为初八大水雨，造成袂少公寓的地下室停车场淹水，其中复兴路的大楼地下室的水已经抽干，住户赶紧请拖车来拖浸水车，但是中正路的大楼到中岛进前，水也是抽袂离。之前有淹一次淹到脚踝那边而已，又怕再淹起来。对啊。虽然说我们地下室大概有6、7名住户也开始在移车，那就是大家。团结帮忙，4台汽车，9台机车是来不及上来，都完全灭顶泡水。除了鹿港镇埔心乡嘛有大楼的地下室淹水，物件因为淹水全部乱糟糟，居民无用整理环境，损失歹估计。车顶啊，阮的车嘛拢淹去啊。哦。3台欧洲摆拢去啊。哦。
然一刹那的水安尼冲来5分冲落来安尼啦，哦，安尼实在够恐怖的啦。中华即届受到风台尾大水雨后，侪侪乡镇四界拢淹水，除了自豪无用饼出来，昨淹水严重的鹿港老街，今仔日侪侪店家嘛拢无营业，成整理环境，都5万户，莫阁继续落去咯。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风台扫过哦，台南省长甲真严重哦。台南今仔阁有12区阁继续停班停课，7股的一寡街条店家工厂是互风台扫甲密密麻麻，7股盐山是休困在维修，将军区一寡路段规排的电火条拢倒去，嘛造成台南有真侪区拢大规模停电，阁有3万外户阁继续在停电。台南市伫台南造成严重的灾情，7股龙山社区4家拢是凹断去的电火条啊，有街条规个绑去，行蚵仔的店头是工具全部毁掉，10分里是有铁皮工厂厝顶墙啊拢飞去，要恢复至少需要2-3个月，但是目前根本找无人来整理。卖票的所在搭休困的广告，防灾唔若影响店头甲徛街，景点也是真凄惨。7股盐山的设备同款损得甲真严重，若要恢复到会当营运，至少要1个月。部分的建物屋顶，那还有一些非固定的设施，都受到那个强风的影响，那都会有一些破损的状况。将军区出名的无棉花岛，几大条路拢因为电火条啊规排倒去，无法度通行。警方甲大量的电火条啊甲电缆送断去，互台南累积停电的户数一时间来到22万外户。经过几日的抢修，到初9的透早10点，犹原有3万1000外户停电。凄惨的状况也互民众看到心惊吓。台南的灾情真正力，需要骹手来救灾。伫援助家己了后，高雄市透早又搁加派人力，搁有机构前往台南后壁支援灾后复原工课，希望协助台南市民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这摆风台台南的溪北地区受灾是真严重哦，亲像生化牛鱼，拢总150担的番仔边仔拢乌有去。管理员讲，至少是损失上100万哦，像北北风灾哦嘛无遐尼严重。另外，北河的公粮仓库厝顶嘛互风吹走，即马佮加上失电哦，大家是真烦恼，讲放伫遮的稻仔会变质。涂骹柜拢是青色铁片，一间一间的单位，拢总互这个风台台南市剩甲密密麻麻，损得甲真惨重。这是生化牛墟，嘛就是较早咧买卖牛的所在。因为1999年口蹄疫断开，后来才转型做参农业相关的企业，拢总210担，这回上少150担海去。管理员无奈讲，头盖遮严重，损失估算上100万，因望政府通加减补贴，更较希望会当早日搬过甚至。100几家的损害，差不多600-700万。啊，希望中央哦，甲市政府哦，会当甲照帮助。袂当讲安尼营业啊，人其他各地拢总无人看，拢安尼。哀求，到帮忙看会当补助看，补助好，阮好过日个无，阮歹过日啦。目前台湾村西较有规模的牛墟市集，分别伫咧北港、咸水甲生化。本只生化牛墟便来开市，总是有真侪人来遮行搭。这回天灾地处台南溪北如苍苍，目前也有3万户，也搁停电。另外伫北河遮有袂少公粮仓库嘛受损，加上大电也未开复，因烦恼无电送风，也影响到稻仔变质。那个冷藏桶储放公粮。那个结构受损，风太大了，16、17级风，吹了2个小时。它里面存放一些公粮，然后现在没有电，然后屋顶都吹翻了，然后希望政府能够给我们一些补助。天灾保前，头一个风台产生真侪灾情，目前台南也有真侪所在电也未征收，因此西到包含新营、咸水、柳营等10个区拢停班停课，这住户是希望赶紧恢复家园。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这几天哦，佮继续落大雨，云林古溪、清水溪的顶流因为土石啊放起出现积水湖。水利署第4河川分署今仔早起嘛去现场了解，通报水尾的相关单位就要注意哦，避免挖进河边。等下天气较好，会来疏通。
落几落日的雨，造成高坑、草岭川、窟窿山、土石震动，结果送起来崩山。清水溪下水头疑似塌造潭仔，民众赶紧通报水利署第4号传分署，查了后，清水溪桥水位明显下降，开始塌造潭仔，紧急通报下游的单位。查询我们的那个水位站的一个监测的一个资料就发现，在清水溪桥的水位站的部分它在20分钟之内水位下降1.2公尺的一个情形。我们研判有堰塞湖的一个发生的一个情势。由于大地震了后，到即阵得要26年是会造成这回个堰塞湖，因为迄个石头算讲是风化石，日头若拍落，伊就变风化去。这回落的雨嘛落袂少，才会造成。这回堰塞湖。第4号传分署表示，车到透早经过紧急会勘，因为放弃土石挡伫水道阻盖水流，但是并无完全挡掉咧。经过评估，无马上的危险，等待天气转好会进行疏运。另外，第6乡新庄仔的大排当年因为落大雨，水常常涨起来，互农民真艰苦。落差不多1个多小时已经淹成一片汪洋了。因甲最严重的，咱的农水就排不出来，造成咱的农民的损失。包括两岸的这个护岸的一个提高，但是这当中必须要土地的这个征收了那当然，我们开过了几次的这个协调会，到目前为止，我们土地的这个同意书还没有完全达到共识云林县府表示，新庄大排因为过去只要落大雨，就常常水涨起来，造成农损。目前中央已经同意8.5亿元已经开来整治，但是因为土地征收等等问题也未施工，希望中央、地方甲农民做伙拍拼，完成同意书的签署，才当进行后续大排整治工作。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但那是风台扫过台湾，有真侪所在淹水失电，彰化嘉义台南等县市嘛传出讲有真侪学校的树拢倒去，教室窗嘛受到损害。教育部是统计讲，到昨暗头6点全台湾教育相关单位的财损大约是2亿6千万，国教署嘛紧急拨款要来维修。根据我们这一个各县市的一个回报，到昨天下午6点，那我们所知道的目前大概通报的灾损大概有这个2亿6千多万。外面咱看到，这是彰化溪湖的湖西国小，教室外口淹水是真严重部长表示讲，国教署针对灾害中间，嘛启动紧急拨款的机制会拨予台南市嘉义县450万、嘉义市180万，佮有彰化县300万的补助，望讲学校会当赶紧恢复。伫风台过了，疾管署嘛特别提醒讲，伫咧处理粪扫水甲土棉的时，上好就爱挂喙암、手套甲清洗讲因为风台过了是天狗日、雷片珠，佮有肠仔病毒的高风险期。敢若去年雷片珠死亡的人数都有24个人咯。彰化龟屁田雨水因干那甲水池，但那是风台拄离开台湾，中南部地区就出现真侪严重的淹水灾情。疾管署提起风台过后，就是天狗日、雷皮珠和肠病毒的高风险期。尤其是雷皮珠这个病情，伫咧去年也因为风台拢总累积119例确诊，其中24例死亡，并且佫以台中、台南、高雄的个案上侪。去年总共有4个台风，从7月到11月。所以造成了这么多的病例。那今年到底会有几个，我们不晓得。但是每来一个，我们就会提醒一次。疾管署指出，雷皮珠这个菌拢藏伫土含水库内底，一般是皮肤有空喙接触到有菌的垃圾土含垃圾水，就可能会传染。医生也表示，有的人感染到雷皮珠无明显的症头，不过有的人会发烧，甚至是有败血症。若无及时治疗，死亡率达到40%到70%。感染到了吼，当然有药物会当治疗，咱一般拢是用抗生素。但是若总讲无诊断出来，有可能咱的器官会歹去，规身躯的器官歹去，甚至讲败血症，会有性命的危险。医生提起风台过后是雷皮珠的高风险期，提醒民众整理家园一定要挂喙암、手套穿护鞋，避免去接触到垃圾水含垃圾土。若有类似的症头，就要赶紧去病院。记者陈阿轩、林秀凯台北报道。
来看史上上久12暝汉光41号演习今仔起过，早起第2弹苏澳都有真侪只军舰出港演练。中科院负责会计专案打造的无人艇嘛出现咯。这届国防部是动员22000个后备军人，陆军206旅头一届全力动员，大约3000个官兵分布伫各地来进行恢复战力和临战训练。听口令，调集员就射击的姿势出前7秒准。汉光41号演习时间有10天到暗，吹到正式开始。重点之一就是动员要加22000位后备军人参加演训，其中陆军206旅第一遍实施全路动员，有要加3000人参加。目标是要加后备军人恢复战力，将做上备部队的后盾。一挂调员进行14天的先制教招，进入第5天的课程练战斗教练。训练内容比过去更加扎实。除了电视看到的版型基层射击训练、陆空迫击炮核心，一个正罕见的战术讨论。然后你们武长的画法，然后你们搬运机枪的画法，然后画完之后再去统一设计。对。用讨论和调员确认手臂的躯壳，也用威慑射击导卡，掌握家己的射击范围。甚至都教条科部也比较上臂部队练习限制空间战斗。这次教招的亮点之一就是演练限制空间战斗，由多名招员组成小队进入到这个狭窄的这个空间，考验他们如何分工合作，也符合现代战争所需。我觉得这部分来讲是有助于提升我们部队战力哦。那我们必须说啊，因为这个召集地呢是结合在城镇地带哦，所以是教官哦、师语哦，他们城镇地带的作战技巧啊，比如说像限制空间战斗。今年汉光演习重点是无剧本有想定，国军第一天针对普测地带前调做应用。宜兰所有几落大军舰一早起就紧急出港，赶到作战区域。中科院的会计专案无人艇要出海，引起大家注意。那么海军的各种舰艇，包括1级舰、2级舰，就会准备出港。那么也被募集到乃至于快骑专案的一些无人艇，这一次也出港，推估应该是在进行相关的测试，用来辅助对应这种中高强度灰色地带的袭扰。学者观察，今年汉光演习国家注重并舰转化，先经高强度的普测地带侵扰，考验官兵的应变能力。出来一个会增加强度到全面作战，用实践化训练提升部队的战力。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立法院今仔开始审查大法官的人事案哦，7月25要投票。司法院长洪提名人蔡秋明是承诺讲，那做司法院长会先来解决骹手无够甲过劳的问题。外界是质疑讲蔡秋明敢若做过检察官，敢有法度做院长咧？蔡秋明是强调讲，有侪年司法实务的经验，你有法度当来理解讲，伫司法案件，检察官、律师跟法官无同的角色，会当来促进对话。立法院提告进行大法官被提名人资格审查，针对司法院长被提名人蔡秋明，只有检察官的经历敢有责任，以亲身解说。有一个有多年司法实务经验的人担任司法行政首长，应该更能理解审检辩在不同角色的定位与界限。第一个质询的民众党立委黄国昌，以进前立法院通过法案说防判违宪的例，呼吁蔡秋明表态是和民进党质疑无唔对对象。总统指责我们立法院呢，说他自己当立法委员12年，没有看过这么离谱的立法院通过法律被宣告违宪，所以我才请教你赞不赞成赖清德这样的说法嘛？还是你已经过着隐士独居的生活，外面社会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是有点这样子。一个总统忘了自己当立委修过什么法，结果自己修的法被立法院、被宪法法庭宣告违宪，脸皮很厚哎。动辄3两句就不拖赖清德。到底黄国昌，你质询的是司法院院长提名人蔡秋明，还是你在找赖清德单挑？针对死刑敢要废掉，蔡秋明进前表态无支持废死刑，但是也肯定宪判第8号的判决。国民党是搁在质疑，规个合议庭若拢要判死是真困难。是相当困难，是没错，相当困难。未来如果您担任司法院长，你要怎么来解决？宪法法庭的判决，它是对人民跟机关都有拘束力的。那除非有宪法诉讼法第42条这些规定的要件
他可以申请人民政府机关都可以申请重新来审视。所以在这边，面对即马司法过路的问题，蔡秋明是发社讲，希望甲法益侵害、较轻的不法行为都罪化，增加告诉乃论的罪名种类，也个鼓励推广多元诉讼以外的分种解决机制，来做伊即届任期的改革重点。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昨伫社群平台宣布讲，会伫台湾时间今仔中昼到暗时公布7个国家的关税协议哦，从10分点开始会个通知愈侪国家。有专家是认为，台美关税谈判的关键会是伫232条款的调查。那咱的半导体等产业哦，封扣真悬的关税，就会对咱造成真大影响。美国总统川普搁一摆发文宣布，会伫台湾时间初9中昼到暗时至少公布7个涉及无效的国家，从透早开始，也要搁公布搁较侪国家。有专家认为，台湾无伫头一波关税公布名大中搁较好。代表也咧讲，也毋过谈判关键就伫232条款，因为调查范围包括台湾出口到美国的外八成。因为232调查，它是以国安的名义去做调查，比如说它针对半导体、针对 ICT 产品，那这一些现在目前对美都是零关税。一旦这些产品加征10%、15%甚至20%的关税，我认为影响就会非常的大。自从美国总统川普10月宣布对顶关税、各产业烦恼封扣税，拢赶伫就半年出回，财政部才被公布6月海关进出口无效统计出口533.2亿美金，创历年单月新高，比顶个月增加3.1%。以出口来看，台湾6月对美出口172.7亿美金，增幅达到90.9%，品项包括主统甲实体产品、电子零组件甲机械。6月台湾主要国家出口，中国甲香港是145.54亿美金。美国达到172.7亿美金对美出口，规模超过中国甲香港。有学者烦恼，台湾对美出口金额悬，对台美关税谈判较不利。其他专家有无同的看法。这些拉货潮才会让我们的这个出口创新高，但是这个是短期的现象，也不是长期的情况。即便它有关切，那我们还是可以就是以目前这个情况来跟他做说明了。所以我并不认为这个跟谈判会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台湾还未收到关税通知单，市场出现无确定性。初9台股早盘开价，随后变暗上攻，卖上悬22437点，新台币对美金以29块控告开出，盘中卖29块1.1，变3分3。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高铁延伸宜兰的计划，早起伫环境部来进行环评专员小组的第2届初审会议，反对甲支持开发的团体拢开记者会来表达立场。反对开发的学者是指出讲评估报告内底伤过乐观哦。支持开发的宜兰民意代表是侯友讲，着爱互宜兰人有利便的交通。高铁延伸宜兰计划起点伫南港。经过空仔寮、闪过翡翠水库集水区了后，进入头城，拢总60.6公里长，而且伫宜兰县府东南边设站，有98%以上是桥梁甲磅坎的结构。早起案件伫环境部进行环评初审，开发单位交通部铁道局表示，这个计划会当拍开树林到七堵之间铁路的发展，提升东部地区对外联络的速度。达成台北到花莲的旅行时间只要90分钟，然后可以达成一个全国铁路网6小时环岛。不过，伫审查进前，反对开发的7个民间团体代表，伫环境部头前举行记者会，讲开发单位讲，台北宜兰交通的时间会当缩短，是要甲宜兰市区搬车的时间算入去，至少差11分钟。这里提供不实的数据。高铁只比直铁的方案快了大概5到6分钟，那可是铁道局却不断的用这样的不实的数据来欺骗社会大众。学者嘛，质疑开发单位甲产业经济外溢的效果估计了伤悬。当国5开通以后，礁溪的住宿是惨的，是失败的。所以，当你做了一个高铁之后，你会促进这边的住宿的一个需求吗？所以，这样一个外溢的效果其实是不存在的。不过，嘛有真侪宜兰人上北去环境部后壁动画考核，希望这个计划赶紧通过，莫阁延长开发的时间。好好的考量，这是我们宜兰人应得的，不要再来延宕我们的交通的权利。嘛有医师为当地医疗主管来清明。我们也希望要有一个交通平权，因为交通条件的限制，让某一些专科医师、护理师，还有营养师，甚至一些复健师呢，他没有办法进到宜兰来，它严重的影响到我们宜兰的这个医疗品质的发展。
早起这个案件先由开发单位报告，出来由支持甲反对开发的民众来发言。到结果进前，还佫伫审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让车入去公园出入口拢会设一款闸车的设备，煞造成轮椅族群正大的困扰。有新众团体就表示讲因统计新北市有155个这款的设备，因呼吁讲应该爱甲伊拆掉，形成一个无障碍的空间。嘛呼吁各考试应该爱制定标准。各考试是表示讲会来调整设计，互坐轮椅嘛通出入。一般的民众经过闸车的起仔，拢是闪一个就过啊，无啥物特别的感觉。不过，若是对坐轮椅的人来讲，要过就真麻烦啊。佮较免讲是大型的电动轮椅，根本就无法度过去。拜三，行政团体伫立法院提出诉求，因讲常常想要去河滨公园，就叫人挡伫外口，根本就无法度入去。很多的障碍者其实也会觉得说，像河滨公园这类平平的一个场域，其实是很适合轮椅通行的。但是我们往往会碰到很多的路阻。目前全台湾上侪批型闸车起来的所在，就伫咧新北市。新北市府对108年开始，隆重设计170个闸车的起仔。原本这寡起仔是为着要防止机车甲汽车弄入去，后来因为设计无顾虑到障碍者的需求，引起民团和检察院的关注和纠正。后来虽然新北市政府有改进，不过改善进度收过慢，到今才拆掉10个月尔。民团要求各土司要有统一的标准，做出改善。新北市高滩管理处的天兵，他说可以过啊，因为他用了一个最小的一个小型的那个身障的轮椅，他当然可以穿果冻过去啊。但是我们这些都是这么高大的，怎么过啊？车主的部分其实。在道路上面有时候是必要之恶啦，因为摩托车它为了求方便，那它会直接骑上人行道去做转弯的这个动作。各土司表示，若是甲一寡所在闸车的起仔全面拆掉，恐惊违规的车辆会变多。不过，也答应讲，政府未来会调整闸车起仔的设计，改善起仔的跨度和宽度，提供便利的无障碍环境。记者台选谢桂玲台北报道。迄落有真侪少年人会来找头路。劳工团体是发现讲，劳动部公布的劳动检查的报告少年人讲较侪一寡产业违反劳基法比例是上悬的。少年人拄到权利受到损害嘛还唔知讲要安怎来保护家己，所以劳团是呼吁政府爱加强学生的劳动教育。7月是真侪毕业生和少年人找工课的时阵。根据劳动部自2023年的统计资料，实施超过38000多场的劳检，有8000多件的厂商违法，其中少年人食头路比率上悬的批发零售业、旅宿业和餐饮业，违反劳基法的项目上多。民间团体少年权益促进会表示，真侪少年人伫工课场拄到权利受损害的时阵，较唔知影要安怎保护家己。呼吁政府要加强劳动教育。一些违法的使用，他们其实不知道如何保全自己的权益，应该要积极推动劳动教育促进法，在校园与职场当中建立系统性的劳动教育。另外，根据劳动部的资料，自2021年到今，因为无符合基本薪资条件，互人发的厂商有858件，其中保全业占24%。劳工团体表示，迄是保全工课权益无受到重视，违法的比率高。过劳的状况嘛真严重，过劳造成的失能这4年大概有48例，结果保全占了18例，就是占了37%。然后过劳死更恐怖就是有这4年大概有67例，结果保全占了37例。针对这些密集违法比例很高的行业，应该是要去加重它的处罚啦。台湾劳工电线嘛呼吁政府除了制定上帝工资法保护劳工的权益以外，嘛应该对违法比率高的产业加强劳检。不违法的厂商就要加强稽查，保障劳工的基本权益。记者桂宗林、林旭凯台北报道。台湾头摆举办的 H2GP 轻量模型车的比赛经过4点钟的耐力赛，落尾是高雄的中正高港学生依照468人的成绩，摕到台湾站的冠军。8月底会代表台湾去德国参加总决赛。4、3、2、1，请开始。口令花类参赛12台模型车相继出发，伫欧美国家已经举办10年的 H2
MotoGP 轻龄模型车比赛，今年是头摆来到台湾举行，用轻龄做动力，学生囡仔用1比10的比例对0开始打造模型车。比赛是4点钟的耐力赛，比看上走上一练。主办的高雄科技大学表示，这届比赛对象是高中生，是级数上悬的比赛，冠军会代表台湾去德国参加总决赛。在12年前，我带我的学生，我们去马来西亚比赛，得到了世界冠军。那一刻开始，我就跟自己讲，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比赛扎根在我们的高中生身上。那这一刻等了12年。包括科学、技术、工程等等，这个轻龄模型车比赛正考验学生的知识。参赛队伍5个人，分作技师甲车手，因为比的是时间内看上走上一列。除了操作模型车的稳定性以外，也正考验后勤的维修甲电力的补给。比赛当中，定会看到车辆烧落损灯。中正高工老师讲，这时都要看学生安怎团队合作解决问题。借由这次的比赛的一些教具啊，或者是内容去做挑战跟尝试，去做改装，这样，那也很考验同学们现场就是临场反应跟沟通。学生用英语跟大会技术人员沟通排解问题。比赛考验的唔但技术，也有语言能力。今年拢总有10间学校、12支队伍来参加。最后是由高雄的中正高工以468年的成绩摕到冠军。伫8月底会代表台湾去德国参加全国赛。记者郭家做邱永高雄场报道。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讲会对进口的糖扣50%的关税，药品会扣到200%。目前头一批的关税通知单已经寄出去了，接来要互后面的通知单也差不多再过2天就会寄出去。美国总统川普初步伫咧内阁会议讲，将会对进口的糖扣50%的关税，来当作扩张国内糖业，抑个保障国家安全的手段。We did steel, as you know, they're 50%. We did aluminum, 50%. Lumber just came out. And that's copper. And we did cars. And now today we're doing copper. We're going to make it 50%. 这项政策按算7月底进行生效，上班是未超过8个初日。消息宣布了，纽约糖期货计价一天上最起到17%。另外，川普对药品的进口关税也有计划。We'll be announcing something very soon on pharmaceuticals. We're going to give people about a year and a half to come in, and they're going to be tariffed at a very, very high rate, like 200%. 川普为一讲煞，制药类股早盘就小盘，辉瑞、安静、爱博为拢盘，不过尾下就行稳维持一个热盘。川普也讲，要对晶片等产业有同款的计划。另外，川普政府开始寄批通知世界各国新的关税税率，过几2天就会寄予欧盟。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受到人工智慧造假声音，甲外交部长佮国内官员直接。美国国务院是表示讲，已经会处理了，会想办法来改善网络安全。也毋过嘛强调讲，因为安全的理由佮这案件嘛搁会调查，所以无方便对外说明。Reunification for all the things that make life worth living. 这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真人的声音，不过顶个月互人用人工智慧所形成的声音假冒，想要联络3位外国部长级的人物，也有2位美国官员。上查报这个消息的华盛顿邮报，根据国务院一条7月初3发到似乎外交家领事馆的电报，建议相关人员提醒外部的伙伴，提防假口造假网络骗子。国务院讲，因知影这件代志，有伫咧监控。When we think about the reports that have occurred, and the details that we would like to provide become problematic, obviously, when it comes to investigations and the nature of the actions that we're taking. The Secretary, great news is, of course, he is very transparent, quite transparent. And he's direct with everyone. 根据电报，当局正伫咧调查2件不法人士用电子邮件加通讯应用程式假造国务院人员的案件，其中一件就是假扮卢比奥案件。Based on everything that I have heard, this was not a success. These were not successful attempts. No one was fooled by them, and so there was no damage done. But the concern is that as the technology gets better, and as the people who are doing this become more sophisticated. 怎么 AI 假冒会得到训练甲学习一直进步，以后有可能真正会对外交、经济、贸易，抑个金融体系造成真正的损害。这并不是卢比奥第一遍互人假冒，今年春天就人制作一段亲伪造的影片，内容是卢比奥讲要这段对乌克兰青年卫星的网络服务。
要乌克兰这边定清。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法国总统马克宏昨去英国伦敦进行3天的访问是脱欧了后头一以最高规格访问英国的欧洲国家领袖。马克宏伫国会演说指出，讲法国甲英国应该避免对美国甲中国太过依赖。法国总统马克宏甲嘅奥布里基车被驶去，坐飞机去伦敦，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马克宏指出，英法应该避免对美中两国太过倚靠，对美中拢有必要去风险。I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France do not work together in order to build solid value chain, in order to reduce our dependencies on these critical areas I mentioned, if we still depend on both China and the US, I think we have a clear view of our future and the future of our children. On one side, overcapacities and over-subsidies are clear threats of a fair trade. And they are destabilizing a lot of value chain and creating new dependencies. On the other side, the trade war is clearly an explicit decision not to be compliant anymore with WTO. 马克宏这次出访也会加强经贸甲文化连接，宣布法国电力集团会持有英国新的塞斯维尔斯核电厂12.5%的股份，甲明年会将法国国宝培育挂毯，也就是描写政府者威廉出征英格兰调书事件的21世纪作品，祝贺大英瀑布观点出。公司新闻绘本编译。日本政府上新的规定，6月开始，事业单位都要落实预防掉山的规定哦。日本上大的建设公司就伫工地内设温度的监控，嘛准备降温的衫，予工人使用。有够热的东行行道，行曝乌的护理，大家人手拢举一支雨伞。百货公司和卖场嘛，拢伫咧门口装喷雾式的喷水装置，希望对降温有帮助。伫市区另外一寡所在，大日头伫咧工地现场做工课的工人，所穿介厚的外衫和夹克，原来因伫咧衫内面拢有装设计电风，来帮助这体力劳动者降低体温。全然違いますね。家に帰って、汗を大量にかかないので体力がまず落ちないっていうのと家に帰ってからの温度が全然違いますね。因伫户外的施工现场是伫全国拢有，根据6月开始生效的新规定，资方必须要有具体的预防掉沙对策措施。除了这种内面有世代电风冷气的架，业者嘛针对工地的现场做及时的温度监控。現場の、最上部に、気象計と連動したライブカメラ、の方を設置しております。このライブカメラの方は暑さ指数を、リアルタイムで監視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でこの暑さ指数を、リアルタイムで、分かることによって、暑さ指数、28を超えた場合は、1時間に1回以上の休憩を取る。暑さ指数が31を超えた場合は、30分に1回の休憩を取る。同款是大大受到热影响的北半球，东南欧的希腊是伫咧当地时间初7对中昼12点到下晡5点，强制实施停止上班的规定。区域的范围是以希腊本土中部和一寡离岛为主。行业的部分是和户外人力工课和餐饮外送服务员。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去年4月13，花莲大地震协助救灾的花莲县消防局的搜救犬威尔森，传出讲伫顶个月在训练的时，无细力对3楼摔落去，已经过身了。照顾伊的队员拢真艰苦，伊的遗骸埋做纪念碑。伫沙卡党报道的陆续股来来回回，花莲县第所大队的搜救狗威尔森，可以正来片啊！伫咧0403大地震的沙卡党报道，这阵离咱被死游的一家伙仔过的人，不拢是正爱耍正古锥，大家拢正来听受。蛮亲人的，也跟我们玩耍这样，蛮意外的。就是威尔森其实还蛮年轻的，而且前一阵子也有立功，然后就这样突然就意外，有点震惊的。威尔森出意外的原因是5月最即天伫咧队顶的大楼3楼自主训练时阵，因为闸门无关，摔喺涂骹内，和负责照顾伊的领导员正自责，这嘛已经调离开原单位。第一时间我们林权有先帮他做CPR 急救，然后但是那时候也是没有反应，然后赶快送医，但是到医院之后也是就宣告不治这样。那威尔森他
之后我们要做怎么样的处置？请宠物礼仪，然后他是建议用水花的方式来处理这样。那之后我们会做一个我们搜救犬的纪念碑。今年3岁威尔森是捷克罗素狗，110年由民间关护花莲县搜救大队做搜救狗，112年通过国际 IRO 奖级认证，正式认定搜救狗。这边以外，花莲县消防局进行检讨，认为领狗员确实有过失，已经做行政处分，记一个新界。伫即马队顶也有2只4岁外拉布拉多狗 Fancy 甲 Hero， 也搁在找新的搜救狗，完成威尔森的任务。公司新闻综合报道。风台扫过，造成屏东嘉东外海的公电舞台哦，和海燕拍开伫岸边，佮流到高雄林园的海边啊。关政府已经要求业者的暂停时间，早起佮有2成的布价啊，佮还未清好势哦。嘉东的民众是真不满，讲中央的人员计划拢无通知地方，是即摆风台因才知影有这的物件。怪手甲铺台拖到破岸边，刷落来交互吊车吊到拖车面顶再走。风台过后，业者赶紧清除岸边4块位仔的铺台架啊。这个铺台拢是旭东环保科技公司伫嘉东外海进行的海上光电开发计划。屏东县政府已经要求业者停工，限时伫初到下晡2点进前，将海上甲岸边的铺台清除好势。我们光电4月那时候运出去的是有，可是我们在6月的时候就有发现那个连接不是太稳，所以我们在那个状况下，我们就优先把太阳能板撤回来。目前处理进度就是应该已经完成大概80%左右了，剩下的部分我们会在2点之前完成。那县府也有要求厂商这边要加派一组人力由车城往北边的海岸线来做巡查。那目前厂商以全力加速巡检。业者解说，目前犹算是开发阶段，并无抗太阳能板。屏东县政府指出，这件是旭东公司执行经济部核定的离化太阳光电系统铺台技术开发计划，放伫嘉东乡甲枋寮乡外海大约3公里的所在。不过当地居民拢讲，若毋是拄着风台，伊根本毋知影外海有这个物件，甚至阁有高雄的民众发现铺台流到林园的渔港。啊嘛是经过这个风台讲起来，阮才会知讲。原来伊了有建设迄种物件，无我们哪会知影？如果人不要就是不要啊，因为如果处理不好，也是会造成海上的污染啊。海上污染，你看我们都是靠海为生的啊，养鱼的什么的啊，吃到的话不是我们的肚子里面去。这是中央的政策啦，阮公所嘛是爱尊重点名的指示，其实一寡文也无经过公所啦，感觉这是较行不通啦，照你讲，这粒风台伫咱遮的时阵，也阁是侵台。居民对中央的政策无甲地方参详，拢表示不满，嘛惊讲影响到船仔的出入。经济部嘛表示，这是新的光电实验计划，太阳能板伫风台内进前就刷走啊。计划主要是要测试铺台伫海上的难度。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有业者按算要伫新竹县北部、佮五味、佮有宝山来进行82公顷大型产业园区的开发案。今仔早起伫北部乡公所开第5届的说明会，过程中民众是针对用水问题、交通影响提出真侪问题。针对去年9月有民众伫当地看到保育类的动物石虎，嘛要求业者要提出保育的计划。开发案的说明会顶悬，当地人上烦恼的就是水的问题。针对82公顷的大型产业园区开发案，北部当地民众认为，虽然业者按算对得当净水场牵专讲引水来用，但是当地人表示，目前北部的水已经拄好啊，农民烦恼一日开发落去，水也无够用，影响到农业甲民生用水。抗旱期的时候，几乎等于大坪溪的水都见底了，都没有水。你这样又要进入15000人了，又要拿我们大坪溪的水，我是强烈反对啊！担心下游峨眉乡的东方美人茶以及柑橘的产业的用水受到污染了之后，会影响我们好不容易打造我们3乡的农业的商誉跟品质。用水的部分，我们会从竹东原洞拉专管过来。我们会用竹东的水。说明会顶悬，大家针对开发提出顾虑，除了水的问题，也有交通的问题，尤其是北部假日时，就已经定塞车，就惊未来会更较塞。因为原本的交通就已经很堵塞了，就对交通上的安全疑虑也很大。园区是上班的一个
办公的园区，所以它跟北埔假日的车潮会错开。那如果说上下班时间的尖峰时间会造成北埔的拥挤，我们也会派人来做一个疏导。另外，去年9月开发地点附近也有民众翕到石虎的影掠，当地人也烦恼开发案会影响生态，危害到石虎。要安怎伫促进地方发展、甲环境保护做出选择，是这个开发案目前拄到上大的问题。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台湾一定是超高龄的社会，研究嘛发现讲，人若困无好，大脑就会合歹排毒，会造成愈来愈无记忆，增加失智的风险。真侪老大人伫咧暗时时拢困袂去。不过，长时间困眠无好，毋若是一个小困扰，也可能会造成大脑的伤害。当今健康老化研究团队研究发现，困眠品质歹，会互大脑的排毒系统出问题，大脑功能的可塑性甲修复能力较歹，记忆也会变歹。那包括深睡期是清运功能效率最好的时候，所以如果说睡眠品质不好，或者是深睡期不够的话，就会造成运输功能不好，那些毒素排不出去，就会变成累积在大脑里面。研究证实，失眠会增加得到神经认知障碍、失智症、忧郁症，甚至自杀甲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医生讲，脑淋巴系统就敢若是中枢神经的清洁人员，负责定期巡逻，清除脑内面的代谢废弃物。这道系统上活跃的时阵，就是深度困眠的时阵。所以，若要维护大脑的功能，唔是困过就好，就要困有路眠。深睡期是什么？深睡期就是我们一般到第3期的这个所谓的慢波睡眠。所以如果慢波睡眠的比例能够增加，相对会好的。但是长者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长者常常他睡眠睡得很浅，睡得很短，甚至半夜会醒来。那有时候他们会非常的焦虑和担心。差不多40到70%的时代人有慢性困眠困扰。医生提醒讲，若要提升脑淋巴的功能，改善困眠的品质，伫咧困之前要尽量莫用3C 产品，下到3点过了，也尽量莫啉咖啡、上高的茶，这款刺激性的饮料。另外，除了调整生活习惯，也要食了有营养，普通时的活动量也要有够。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环境部伫今年规定讲，15间的连锁业者都要有3社的门市提供循环杯仔的服务。用一届就拼掉的杯仔，今年就要减量25%。也毋过前2档是拢有超过一半业者无达成目标。扫 QR code 甲杯仔弹落，就会当甲循环杯行转去。环境部自2023年开始推动循环杯的计划，今年要求15间的连锁业者要有30%的门市提供循环杯的服务，买伫今年达成100成杯仔，减量25%的目标。也毋过2年落来，有9间的业者拢无达成减量的目标。不知道它洗不干不干净啦，而且好像蛮麻烦的。它是用机器嘛，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比较。还是没有像人直接用力去洗还是干嘛的比较好。它这个循环杯的占点也不是很多。民众表示，目前对循环杯的卫生也有顾虑，而且占点少，嘛互烘杯仔变甲真麻烦。业者回应，洗杯仔的过程拢是照环保署的规定，嘛有送 SGS 的认证，未来会加强宣导，互民众消除对环保杯卫生的疑虑。另外，期待目前分散伫台湾各地，反倒等互民众感觉无方便。希望政府未来会使考虑先把基带集中，因为门市已经分散出去，导致借用量不高。如果用量不高，那设一个新的点可能没办法去维持。环境部回应，因会继续推动系统的改善，提升密度，卖伫封闭场所推行，鼓励业者主动提供优惠，互民众愿意使用。咱会鼓励业者提供优惠，买推动像电影院、棒球场这款所在来使用。环境部嘛表示，因为目前循环杯的成本要真悬，无法度硬性规定业者爱提供优惠。也毋过希望透过当年规定业者提升循环杯的比率，增加民众使用的方便性。记者桂宗林、贾桂林台北报道。教育部要推动5档的社会情绪学习将中长程的计划，嘛表示讲新加坡、澳洲、佮美国已经有10来个州，拢已经有相关的课程了，所以台湾嘛开始要来做。让12年，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各一届去嘉义市办理，市长黄敏惠伫风采福园的浪棚参加开幕式。伊嘛红合作是教育市长，伊讲教育是现处是上困难的工课。在最辛苦当中，我们必须真的要复原重建的时刻，那教育是不能慢的。
数位科技带来便利，不过嘛造成学生的注意力甲心理健康的挑战。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关系紧张要安怎？教育部宣布114年至118年推动社会情绪学习中等等的计划。能够透过理解、觉察自己的情绪，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自我管理，也同时能够觉察到他人的一个情绪，能够有一些同理心。所有的这些人际处理，包括生活日常的，包括学习上，都能够让那个品质更好。郭教员指出，即马中小学课程内底有社会情绪学习的核心概念，不过在教育的现场，学生因为欠缺系统性的学习。体验实践的机会，还有情境。给学生回馈就是在做社会情绪学习哈，所以过去我们国际的这个调查会发现，老师很少给学生回馈。教育部表示，社会情绪学习的议题已经在新加坡、美国甲澳洲等真侪国家推动，美国差不多有16个州，甲这放入去因课程的纲要内底。最近这几年，各县市透过专案推动，邀请去局处长的会议来分享。其中一个重点是大人都要互囡仔有样看样，为校长到老师，嘛会当学会晓观察情绪。若发现家己有做唔对的，嘛赶快爱甲学生回实例。记者综合报道。下报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外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你即马收看的是公视第一台。动物间谍这届的任务是要知影动物安怎伫罕病世界生活，安怎找找真爱，用因的智慧车用视线。咱的间谍的名机要踮无啥人敢行脚到的所在，观看因